帅哥来喽！小帅哥，小帅哥来，爸爸呢？爸爸不管。这是奶啦。先看我抱，看到没有？把它放在手腕这儿啊，你看他手脚都来了。手在这儿呢，拱起的，想吃。你这是姐姐呀，姐姐哟，啊，你要睁开眼睛，你知道是奶奶呀？啊，知道是奶奶。9点18分出生的。9点18哈。哎，体重是2980克。几号线？2980克。对。哎，男孩。男孩。哎，小帅哥，双眼皮，粉白的，你看是不是？知道奶奶这边，哥哥哈。我们抱我们小帅哥了。跟姐姐像不像？跟姐姐像不像？这个眼睛来看看了，你看样子。都是奶奶。大人来，马上就出来，很好。马上就出来了。哎，马上出来。你还快呀？哎，这个快嘛？你看你想吃。呀，真要看了。爸爸还一会儿没。生肖相冲，不能相见。小帅哥出来了，看你小侄儿嘛的。哎呀，哎。